维吾尔人首次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言，揭露东突厥散家人的遭遇。土耳其议会最大的党之一豪党主席阿格谢纳女士在1月27日的议会会议上批评土耳其政府对维吾尔人问题的立场。她邀请土耳其维吾尔人诺尔斯曼女士在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发言。在议员们的热烈掌声中，诺尔西曼阿卜杜拉拉希德登上了舞台。他含着眼泪说：“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因我在土耳其学习而被判入狱。我想见我的父母，拥抱他们，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对人类、土耳其世界和穆斯林世界充满希望已经过去了4年，但是东突厥散仍然有集中营，而且有报道说他们正在扩大。”他说：“我们的维吾尔青年正在被奴隶，我们的女儿被迫嫁给汉族人并被强奸。失去孩子的父母被送进儿童集中营，他们与自己的语言和宗教分离。”演讲结束时，他表示，国际社会已将中国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描述为种族灭绝，并说世界在等待什么？那里有数百万人死亡。如果您的沉默导致维吾尔人失踪，我怎么能相信世界上有人权？而土耳其人是穆斯林的兄弟。我敦促大家一起停止这种压迫。美国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暴行构成种族灭绝。布林肯说，他仍然认为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暴行构成了种族灭绝，这一点没有改变。他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特朗普卸任前一天公开称，中国破坏维吾尔人的做法已犯下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拜登的国务卿人选布林肯同意蓬佩奥的说法，强调上任后会延续相关政策。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周三表示，美国国务院正在评估特朗普政府做出的中国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犯下种族灭绝罪的认定，以确保该决定能够得以维持。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三说，美国希望对冠病大流行在中国的起源进行强有力和明确的国际调查。普萨基告诉媒体，我们必须弄清楚病毒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和传播。他强调，非常关注来自中国的一些消息来源的错误信息。普萨基说，美国正在投入大量资源来了解情况。他说，华盛顿将利用我们情报界收集和分析的信息，并与盟友合作评估任何外部报告的可信度。华府智库咨询科技与创新基金会研究报告今天显示，美国在人工智慧发展与使用方面领先对手，中国则是迅速崛起，欧洲联盟则处于落后。这项研究利用30个不同指标评估人工智慧，包括人才、研究活动、事业发展及硬体和软体投资。这项根据去年资料的研究显示，美国在总分100分中以44.6分领先，其次是中国32分，欧盟23.3分。研究人员发现，美国在新创公司投资及研发资金之类的关键领域执牛耳。美国新总统拜登上任以来首次与普京通话。美国白宫称，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与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进行的首次通话中，拜登对俄干预选举发出警告。拜登提出了对包括被囚禁的俄政府批评人士纳瓦尔尼在内的俄罗斯抗议活动的关切。据白宫的声明称，两位领导人同意美俄之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延期。